Hello，大家好，我哋係嚟自氹仔方中學校嘅學生，我係學生周木英，我係學生程子欣。我係學生謝超兒。隨著可持續意識發展嘅增強，越嚟越多嘅人傾向於使用環保材料。我們都知道，核桃殼同埋茶桔都係生產過程中嘅農業副產品，而菠蘿皮在熱帶同埋亞熱帶地區種植廣泛，因此菠蘿皮都係生產過程中嘅農業副產品。因此，我哋以此為契機，研發咗一種基於生物質廢棄物同埋生物黏合劑製成嘅環保材料。我哋設想將呢啲環保材料應用喺體育館嘅長凳同埋運動場上嘅看台座椅上面，咁樣做唔單止有利於環保，亦都可以降低成本。所需材料如下：製作方法：將黏合劑與硬質材料混合，混合咗之後將佢哋製成8×8、5×2嘅方塊形狀，將硬質材料放入烘乾機，用200度烘乾。塗層測試：由於考慮到生物材料易發霉、不防水嘅問題，我哋做咗塗層測試。我哋將4個製作好嘅硬質材料分為1號、2號、3號、4號。1號、2號塗層都為白蠟，3號為核聚糖溶液，4號塗層係凡士林。將佢哋放置2週之後，得出嘅現象同埋結論係3種塗層之下嘅生物材料都沒有發霉。相較而言，核聚糖生產成本高，且存在一定嘅毒性風險，而凡士林嘅塗層外表十分黏稠，會喺輕質家具中影響實用性。相較而言，白蠟造價較低，外表不黏稠，且容易加工同埋處理。綜上所述，白蠟最為適用於作為長凳、看台座椅嘅防霉塗層。壓力測試：我哋用咗槓桿嘅方法來測試硬質材料嘅硬度。由於學校資源有限，我哋未能測出呢個材料嘅最大限度。我哋喺實驗室測得呢個材料能夠承重43200克。此外，我哋進一步同市場上常見嘅木板台進行咗比較分析。通過計算，我哋發現咗市面上嘅木板台嘅單位體積承載能力為4340.67千克每立方米，而我哋嘅材料達到咗3176.47千克每立方米，完全能夠滿足長凳、看台座椅所需嘅承重能力。